你正在收聽 One Way Radio 嘅每日靈修節目，係按照詩篇 Devotional Daily 多位作者透過上帝嘅話語同生活嘅經歷寫成嘅材料，盼望你喺跟隨主嘅旅程上，每日都得到更新。你係咪曾經俾人問過關於你對上帝嘅信心，或者係一位同事嘅好奇？點解你喺困境之中仍然保持積極，心裏面充滿平安？或者係一位朋友想知道點解你每個星期都堅持到教會聚會？又或者係有人帶着譏諷嘲笑你嘅信仰？當面對呢一啲情況嘅時候，你會點樣去回應？我哋會以恩典同埋愛心回答，定係陷入爭辯之中？更重要嘅係，我哋應該如何透過自己嘅回答，帶領別人嚟到上帝嘅面前。今日係2026年嘅7月28號，每日靈修節目邀請聽眾與 Corrie Tonkin 作者一齊思想上帝嘅話語，主題係常作準備，表明信仰。防守係熱愛運動嘅人耳熟能詳嘅概念，好多運動都需要有效嘅防守策略，先能夠贏得比賽。甚至有啲球隊仲會安排專業嘅人員為整支隊伍制定防守嘅戰術。然而，即使球員肩負着保護球隊嘅責任，亦都必須遵守比賽規則。若以魯莽或者過激嘅方式防守，就會受到處罰。喺籃球嘅比賽之中，一次嚴重嘅犯規可能令到對手攞得優勢。喺足球比賽之中，一次失控嘅鏟球可能導致紅牌離場，使球隊少一人比賽。良好嘅防守固然重要，但係呢啲並唔代表球員可以隨心所欲咁行動。佢哋唔單止要有效咁保護球隊，更要以正確嘅方式去完成。呢一個原則唔單止適用於體育競技，亦都同樣適用於信仰嘅生活。身為跟隨上帝嘅人，我哋亦都需要維護並且表明自己嘅信仰，但必須以討上帝喜悅嘅方式嚟行。使徒彼得說，只要心裏尊主基督為聖。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，就要常作準備，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。喺彼得前書3章15節。彼得寫下呢一段話嘅時候，收信嘅信徒正因為信靠基督而遭受逼迫，佢哋嘅蒙召要隨時準備向人解釋自己喺主裏面所擁有嘅盼望。然而，彼得首先強調嘅係內心嘅態度。喺談到如何維護信仰之前，佢先勸勉信徒要心裏尊主基督為聖。呢一個表明真正嘅信仰見證係從一顆降服於主嘅心開始。當基督真正作我們生命嘅主，我哋嘅言語同埋行為便會自然流露佢嘅樣式。今日好多人認為維護信仰就係要喺每一場辯論之中獲勝，但係彼得提醒我哋，真正嘅目的係以溫柔同埋敬畏嘅態度，向人表明我哋喺主耶穌裏面所擁有嘅盼望。我哋既係基督在世上嘅代表，我哋嘅行為同埋我哋所講嘅內容同樣重要。一句缺乏愛心嘅回應，可能使到人對福音產生反感。相反，一句充滿恩典同埋尊重嘅回答，佢可能幫助人看見基督嘅美善。聖經記載，然而主嘅僕人不可爭競，只要溫溫和和的待眾人，善於教導，全心忍耐，用溫柔勸誡那抵擋的人，或者上帝給他們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。喺提摩太後書2章24至25節。
你們的言語要常常帶着和氣，好像用鹽調和，就可知道該怎樣回答各人。喺歌羅西書4章6節，正如一名球員可能因一時嘅缺乏智慧嘅舉動而影響咗整支球隊，基督徒亦都可能因為憤怒、驕傲或者帶着攻擊性嘅態度嚟表達信仰，而羞辱咗上帝嘅名。呢個並唔係佢話語所教導我哋嘅方式，但願我哋所追求嘅唔只係能夠回答關於信仰嘅問題，更係喺每一句話中都流露基督嘅心腸。當人從我哋身上看見溫柔、尊重同埋愛，佢哋亦都就能看見嗰位我哋所見證嘅基督係何等嘅美好。我哋一齊嚟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賜俾我喺主耶穌基督裏面嘅盼望，求你幫助我喺面對人嘅疑問或者質疑嘅時候，常常預備好分享自己嘅信仰，更求你使我凡事以溫柔同埋愛心嚟回應，願我嘅言語同埋態度都能反映你嘅形象，使到更加多嘅人因着我嘅生命被吸引嚟到你嘅面前。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禱告，阿們。各位親愛嘅聽眾朋友，若要隨時準備回答關於信仰嘅問題，首先我哋必須日日活喺信心裏面，並扎根於上帝嘅話語。唯有真實經歷上帝嘅慈愛同埋恩典，我哋先能夠真誠咁向人分享佢。因此，求上帝賜俾你一顆渴慕認識佢嘅心，使到佢嘅話語不斷更新你嘅思想，改變你嘅生命。亦都求主賜俾你謙卑同埋愛心，使你喺每一次為信仰作見證嘅時候，都能夠藉着自己嘅言語同埋行為，彰顯基督嘅心腸。各位聽眾，祝你哋過着蒙福嘅新一日，聽日再見。親愛嘅朋友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主耶穌，或者你有任何難處、顧慮想同本節目分享，歡迎喺下面留言，喺 Facebook 嘅專頁留言，或者電郵至 chiase@oneway.vn。主耶穌愛你，本節目盼望可以與你聯繫。